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疫情总算较松人，做生意人总是希望游客会当赶紧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来，来代表是我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个物件山顶动，咱讲过来，嘛当讲是人和人互相交流有来去，咱就讲来往往来，来来去去。嘛个讲是互人的意思，像讲来一碗饭，嘛当代表是一个动作，像咱讲豆豆啊来，那是含A未做伙用，代表一款的能力，像讲做会来，做袂来。嘛个讲是一款的动作的意愿，就讲我来念歌互你听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读做脚步来，意思就是讲一步一步来，唔通偷食步。第二个词无路来，代表无办法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疫情这段时间，真侪做生意人要靠无目屎，要去无路来，敢若会当脚步来，一步一步徛好在，艰苦有时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来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